迎收听10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的第16章，门徒跟随之道，建造属神关系。今天要 RPG 祷告的经文就在16章的第13节。没有仆人能够服侍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一开始就对他的门徒说，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向这个财主告管家的状，说这个管家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就把管家找来，对他说，我听到是怎么一回事，把你经营的账簿交出来吧，你不能再担任这个管家的职务了。结果那个管家心里想主人要辞退我了，今后我要去做什么呢？去锄地吗？就是去做农地，去耕田吗？没力气。去讨饭吗？太难为情了。对了，我晓得怎么做，好使我在失业的时候有朋友肯接我到他们家里住。这里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管家他想到，他晓得怎么做，或许透过那个方式之后会有人再请他去他的家当管家。于是他还是这个管家他就把这个主人的债户就是欠主人债的就叫了来，对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然后那个人回答100桶橄榄油。这个管家就跟他说，这是你的账，快坐下来改写50。他要那个人改成写欠50桶橄榄油，这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几年的工资，所以是一笔不小的钱。他问另外一个人说，你呢？你欠多少？那另外一个人就回答说100担麦子。然后这管家就跟他讲说，这是你的账改写80。他擅自改了别人欠的账，为的是为他的未来做预备。在这个比喻当中，故事当中，耶稣讲这个是要让我们听到什么？听到这个管家的不义吗？听到这个财主真的是起尿气嘎爆得吗？耶稣接下来讲的话真的会让我们耶稣说，主人夸奖这个不诚实的管家的机警行为，因为管家在应付世事方面这种俗世的人竟比光明的人更加精明。他在讲这个管家虽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有人说不义的管家或是机警的管家，但是他都知道要为他未来的需要来做预备，他为他的未来来做预备。然后耶稣就讲到了有关于面前的这些门徒，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钱财完了的时候，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在大事上也不诚实。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的钱财上靠不住，谁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然后就讲到今天RPG 祷告经文，刚刚我们有读过，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其实这一些话是很有指向性的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说，那些爱钱的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就讥笑耶稣。为什么这段经文会是这个互动以及这个回应呢？其实我们回到前面刚刚说，这个管家都知道要为未来做预备，比光明的人，也就是用今天的讲法，就是许多未信耶稣的人比信耶稣的人更加精明。精明不代表正确但是他们更为未来做预备。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讲他在讲什么？他说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小事指的是
今世，就是在这个此世我们一生的年日靠得住，那他就有可能在永恒的日子里面靠得住。所以大事指的是什么？关于神的事啊。那如果一个人他连他在这个此世，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靠不住了，他在永恒的事情里面他怎么可能，或者是说他有可能靠得住吗？一方面在讲处理钱财要诚实，所以他也没有说这个管家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也透过这个钱财在讲一个更重要的，神在永恒里面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是否诚实，我们是否真实来回应，我们是否真的就委身在其中。透过钱财，钱财可能是对很多人，特别很多需要的人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永恒的生命。然而我们有为这永恒的生命做预备吗？我们是每一天在生活中建造这个跟神的关系吗？在这里第14节刚刚有读到的爱钱的法利赛人直接被定义经文就是这样说，他们就讥笑耶稣。为什么他们讥笑耶稣？因为耶稣刚刚的讲法就是告诉你说，你把钱用掉，去好好的去建立这些关系去建立这些关系，因为永恒的事更重要。可是对这些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觉得在当时有一种价值观，特别是这些人，他们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财富呢是敬虔人的奖赏。我有钱是因为我是一个敬虔人，我之所以有钱是因为这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有钱的人，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神的国度的话，那还有谁有资格进？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是因着敬虔所以才拥有的。也就是说，换另外一个方式说，就是贫穷的人基本上他们要进神的国难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被祝福嘛。讲白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如果我们看之后就是这个后面的经文其实就有讲到说那个富有的人很难进神的国。就是有讲到这件事情。其实耶稣不是在讨厌富有的人，而是他在特别去回应当时代在这个文化底下，特别这些已经相信上帝的人的价值观。很多好像是把这个胜俗二分，然而耶稣却是反过来邀请大家，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在为未来做预备了，那一个信主的人他知道他有永恒的生命，他有没有为他永恒的生命做预备？于是接下来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我们是不是突然就都可以懂了？因为财主在生前很有钱可是他一直没有去建造跟神的关系去建造那个对待贫穷人在那个时候的文化里面在这个信仰里面，其实他们有这个周济穷人的传统然而这个财主一直到死后，他只能好像就是隔着这个深渊限定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他看得到亚伯拉罕，他看得到拉撒路，但他没有办法到那边去，他没有办法喝到水。于是他还拜托什么？拜托亚伯拉罕借着有没有可能有人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他还有5个兄弟，他希望他5个兄弟不要像他一样。然而第31节讲话是关键，他说可是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们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这在讲什么？在讲说，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话里面领受之后，我们相信就去做的话，其实这个信仰跟我们到最后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根本也不相信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不只是为将来做预备，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我们现在为这个永恒做了什么预备？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现在要怎么决定
我们的未来。有一本书，是一位牧师，他其实是一位韩国人。那书的标题就叫《现在决定未来》。这本书的副标是给基督徒青年的20个属灵忠告。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它并不是把我们的生命胜数2分，而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生活的现场里面讲出现代年轻人的焦虑，甚至我们很期待赶快给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这本书里面，他并没有给我们问题的答案，而是要我们不断在跟随神每一天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被打破那个我们原来在世上透过世俗价值观给我们的框架，透过我们个人生命限制给我们的框架，而是让我们在这个建立属神关系的过程里面，我们慢慢的被形塑活在盼望的里面，而不是把自己交给方法，把自己交给世界，更不是把自己交给钱财。这位牧师在写这个现在决定未来的时候，让世贤牧师想到，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很常跟青年说，我们要想10年后的教会，10年后的教会，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默想。因为今天不管是国家好，不管是就拿桃园来讲好了，桃园在讲这个3星6线正在实现，许多人都会为未来做预备啊。可是在走向未来的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做法有哪些是需要改变的呢？求主帮助我们不浪费我们永恒生命的每一个片刻，让我们实质的就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建造属神的这个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读你的话语，透过路加福音，主耶稣你说的话，我们真的觉得扎心，觉得被提醒，觉得有很多需要回转向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以钱财，不是以自己的欲望来成为主人，而是真的以你为主，使我们在每一个关系上，使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努力上，都是朝向主你已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